台北地检署侦办泰资集团跨国洗钱案，今仔起诉主嫌单子佮台湾泰资公司的负责人王玉堂，计共62个人。检方嘛查出泰资集团伫台湾洗10外间公司，透过买厝、买跑车甲境外口座来洗钱，不法所得是有107亿。有几个被告方求处动刑，主嫌单子嘛已经予柬埔寨政府遣送返去中国。 愈行愈紧，用手查明泰资集团伫台湾的成员行入法院。北检侦办这个案件140天，测试侦查终结，一个手起诉62人、13间公司，其中在案9名被告拢放一审法院。检察官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、洗钱防治法、营利赌博等罪嫌，依法提起公诉，具体求处重刑，并申请法院没收洗钱金额107亿余元。 来看这个起诉名单，侪人拢去用求处动刑。天旭国际人事长高淑文去用求16档以上的徒刑。集团伫台湾的重要干部王玉堂去用求15档以上。还有高层李秀丽、天旭国际财务长陈丽珊、年年创新登记的负责人林永波、财务主管郑卡梅，拢去用求刑10档以上。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。那台湾人去用起诉名单内底，还有去用柬埔寨政府遣送去中国的泰资集团创办人单子，去用北检求处上悬的刑度，还有柬埔寨籍的李添、新加坡籍的陈秀玲、张光耀也去用求处12档以上到20档以上的徒刑，啊，不过因人拢无伫台湾。 有从事不法赌博跟洗钱吗？北检查出牵涉跨国诈欺的泰资集团据点设伫咧柬埔寨，伫咧18个国家设250间海外公司，换453个金融的口座，当做洗钱的工具。台湾嘛伫咧内底，透过家己创造的 OJBK 钱包等等地下汇兑的方式，将垃圾钱汇来到国内，买11间和平台湾的大厦厝，还有限量的跑车，甲钱洗复白。 毋过部分的钱也透过 OBU 的小号，搁一概洗去到境外。OBU 它具备高度资金自由度，还有免征利息税、营业税，所以呢，这就是一个避税。 然后呢，台湾呢，比如说我今天假设说汇款到国外，我会受外汇的管制，1天不能汇多少。但是呢 ，OBU 的账户就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管制。这规模非法洗钱的钱声高达107亿9千多万，北检扣押55亿，包括名车、精品，前2天已经拍卖。啊，咱台湾嘛是伫咧美国了后，亚洲头一个对泰资集团终结的国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